去年的7月，华航一个副机师驶百万的名车，伫高速公路顶失控去弄死，警方推测可能是驶伤紧。结果调这个监视器才来发现讲，是因为有一台米零的为内线向切出来，这个副机师未付险，才会失控去弄死。这米零的驾驶抓去互起诉，要来提醒乡亲，高速公路车速拢真紧，千万唔通乌白切车。 透早6点外，国道1号路南25公里的所在，有一台连结车都驶过，有2台轿车速度真紧，未顺利驾车，后来就伫台北交流道出口出车祸。这台奥迪的长做2节，弄断路树啊，袂顶袂动，当场死亡的驾驶是华航县长的副机师。去年7月，这场国道的车祸，当时当作讲是这台奥迪的是要赶上班，转过来时才去弄着护栏摔落去。事后检查这个监视器，才发现讲有一台 BMW 的车向切出来，可能是奥迪的驾驶闪了袂赴，才发生车祸。BMW 姓房的驾驶嘛被依照妨害公众往来致人于死罪起诉。 画面中，左手边银色轿车连续跨越好几个车道切进来。高速公路顶面，逐只车拢真紧，上惊这款摩托车乌白切，真话指出讲后壁的车未负反应去弄到。敢若去年1月份到10月份，全台湾无依照规定换车道违规处理行速道61797件，上悬会使罚6000块。警方呼吁用路人错过交流道时， 唔通停车驶倒退，也是换车道，应该到后一个交流道才落去，保障家己嘛，保障别人的行车安全。